体育署、中华民国3对3篮球协会以及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动全民运动政策，将伫咧30、31日2天，伫咧七日篮球场办理2025总统杯3对3篮球比赛，有吸引更侪少年人参与活动，培养运动的好习惯。活动特别邀请到台湾3对3国家代表队国手担任活动代言人，希望透过选手的参与，让更侪民众体验到3对3篮球的热情跟魅力。篮球一直是台湾最年轻朋友们最喜欢的，其中3对3又是非常随性，而且非常即兴式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那所以说，近几年来3对3篮球一直在台湾各地风行。那今年度很高兴，也很感谢体育署一时能够推动3对3篮球，而且总统杯的3对3篮球赛选择在台南举办。我们今年4月的时候刚举办过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那也受到很多选手跟教练、很多观众的喜欢。我们今年秉持这样子的精神，一起来再把这个篮球运动做另一个高峰的推升，也希望未来这个篮球持续在台湾生根也生根。那这个继棒球成为台湾的国球之后，我们在3对3篮球也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主办单位之一的体育署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在场地以及行政上的支持，让这次全国性的赛事会当顺利举办。台南市政府真的是我们体育署的最好的伙伴，因为今年的4月份，我们刚刚麻烦台南市政府这边办完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圆满成功。是不是借在座我们各位贵宾的双手，我们谢谢黄伟哲市长及我们市府团队。市府体育局表示，2025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3对3篮球比赛，比赛组别分为高中男女组、大专男女组以及公开男女组。伫南区有赛，总共有242支队伍共同拼技术，希望争取到南区代表资格。目标拍伫10月伫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争夺总奖金178万。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